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I 新聞快訊，我係虛擬主播洛菲。今日焦點新聞包括中國兩會閉幕，中央再強調一國兩制唔會變。傳習近平6月可能訪美，會唔會真係生日峰會？朝鮮發射導彈抗議美韓軍演，半島局勢緊張。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俾人拉，準備送去海牙受審。美股大跌，華爾街市值蒸發超過4萬億美元。即刻同我洛菲一齊睇睇今日嘅新聞內容。中國全國兩會閉幕，強調一國兩制方針。中國第14屆全國人大3次會議同全國政協會議圓滿閉幕。會議通過咗政府工作報告等決議，並喺政治決議中強調要全面準確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、高度自治嘅方針。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導人出席咗人大閉幕會，決議指出要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履職盡責，聚焦深化改革、高品質發展同民生關切獻策建言。同時強調講好中國故事，擴大國際朋友圈，展現中國開放自信嘅形象。呢個顯示今年兩會對香港、澳門工作特別重視，重申一國兩制喺新時期嘅堅定實施。中國官方媒體稱，兩會圓滿完成各項議程，為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凝聚共識。傳習特6月再會晤，生日峰會，北京話尚冇可發佈信息。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道，中美雙方正初步討論安排國家主席習近平於6月訪問華府，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高峰會，被稱為兩人生日峰會。由於習近平同特朗普生日僅差一日，此峰會名稱由此而來。據報呢個將係喺美中關係因關稅爭端趨緊張之際，雙方尋求釋出善意嘅重大會晤，屆時貿易議題將成焦點。不過，目前一切尚在初步討論階段，尚未最後確定。對此傳聞，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冇可以發佈嘅信息，白宮方面亦都暫冇回應。有分析稱，若果峰會成行，將係兩國元首自2020年以嚟首次面對面會晤，為緩和緊張嘅中美關係帶嚟轉機。朝鮮再射多枚導彈回應韓美軍演，飛行60至100公里。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，朝鮮喺周一3月10號下晝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。初步分析，呢啲可能為射程300公里以下嘅近程彈道導彈。呢一次射彈正值美國同韓國展開年度自由盾牌大規模聯合軍演期間。朝鮮外務省先前發表公報，譴責美韓軍演將半島局勢推向極限。韓聯社指出，朝方導彈飛行約60至100公里。韓美情報部門正喺進一步分析詳情，分析認為平壤此舉可能意在抗議美韓軍演，向華盛頓探視對朝政策底線。聯合國秘書長對此表示關注，呼籲各方保持克制，通過對話緩解緊張。菲前總統杜特爾特香港返馬尼拉後被捕，將押往海牙受審。菲律賓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因為涉嫌反人類罪被國際刑事法院 ICC 發出逮捕令。當地時間3月11號，杜特爾特結束喺香港嘅行程，返回馬尼拉時，隨即被菲律賓警方逮捕。據報佢隨後被押解登機，預計被送往荷蘭海牙嘅國際刑事法院受審。杜特爾特執政期間因大力推行禁毒、鐵腕掃毒行動，導致數千人非正常死亡，遭到國際社會譴責。杜特爾特本人曾經放話稱要捉我先殺咗我，但最終仲係被依法拘捕。中國外交部對此表示反對將國際刑事司法政治化，呼籲尊重菲律賓司法主權。目前杜特爾特將喺國際司法框架下為其任內行動面臨法律審判。美股暴跌，1月蒸發4萬億美元，華爾街陷衰退恐慌。
受投資者對經濟衰退風險嘅憂慮驅動，美國股市持續急挫，過去一個月市值累計蒸發超過4萬億美元。3月10號道瓊斯指數盤中一度下跌超千點，納斯達克指數重挫4%，創2022年9月以嚟最大單日跌幅。以科技巨頭為主嘅神奇七巨頭股價全線下跌，合計市值單日蒸發逾300億美元。標普500指數較2月高點回落超8%，確認陷入技術性回調。多家華爾街大行亦相繼調低美國經濟增長預測。此前，特朗普總統喺受訪嘅時候拒絕排除今年經濟衰退嘅可能，引發市場恐慌。白宮官員則出面安撫，強調美國經濟基本面依然穩健，預計關稅政策不確定性將會喺4月解除。但係分析人士警告，未來幾個月經濟放緩跡象恐更明顯，投資人信心依舊脆弱。中方反制美國關稅戰，對多項美國農產品加徵關稅。針對美國新一輪對華關稅措施，中國宣布啟動反制。自3月10號起，中方對原產於美國嘅部分農產品及食品加徵10%至15%嘅關稅。其中對雞肉、小麥、玉米、棉花加徵15%，對高粱、大豆、豬牛肉、水產品、水果、乳製品等加徵10%。中國商務部指出，此舉係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嘅必要反制措施，直指美國關稅戰嘅痛點——農業州選民。分析稱，中方瞄準美國出口農產品下手，意在對特朗普政府施壓。目前美中經貿磋商陷入僵局，雙方互相加徵關稅，導致貿易摩擦升級。本輪中方反制關稅，預計對美國農民造成實質影響。美國國內亦出現要求重回談判嘅呼聲，但係中方強調，絕唔接受單方面脅迫，必要時將繼續出台其他反制舉措。馬斯克陷輿論風暴，特斯拉遭示威，社交平台離離。美國多地近日出現反對埃隆、馬斯克嘅示威潮，包括西雅圖、波士頓、紐約等城市嘅特斯拉展示廳遭抗議者佔領或破壞，警方已經介入並逮捕多人。喺西雅圖，一處停放新車嘅 Tesla 工業園深夜突發大火，4架電動貨車 Cybertruck 被燒毀。當局正調查係咪涉及蓄意縱火，以及同近期針對馬斯克嘅連串示威有冇關聯。抗議者抨擊馬斯克喺聯邦政府擔任職務以權謀私，犧牲環境同民眾利益。自特朗普總統上任後，馬斯克領導政府效率部大舉裁員，加上佢嘅鮮明右翼立場，使佢樹敵眾多。除咗示威浪潮，馬斯克旗下嘅社交媒體 X 平台本週一亦都出現全球性大當機，上億用戶受影響。馬斯克聲稱事故源於網絡攻擊，攻擊源自烏克蘭。據悉喺美烏領袖罵戰後，馬斯克曾經高調批評烏克蘭並威脅關閉星鏈支援。外界擔心馬斯克同政治掛鈎嘅爭議正衝擊其商業帝國形象。港鐵擬設寵物專車喺最快半年內試行寵物上車。香港傳媒透露，港鐵正積極研究允許乘客攜帶寵物乘坐鐵路嘅方案。目前港鐵附例嚴禁除導盲犬外嘅動物入內，違者可被罰款。然而，隨住香港約有24萬戶家庭飼養貓狗，約每10戶1戶有寵物，帶寵物搭車需求漸高。港鐵內部過去曾經討論喺部分時段或路線設置寵物友善車廂。據了解，港鐵現正同關注組織同前線員工溝通，評估寵物上車可能引致嘅衛生、安全同乘客糾紛等嘅問題。立法會議員張欣宇表示，修改港鐵附例並唔困難，建議初期先以行政安排試行。佢預計最快今年上半年可展開相關措施，俾公眾逐步適應。消息傳出之後，唔少寵物主人表示支持，盼港鐵早日批出寵物專車嘅方便出行。
香港中院4月起試行庭審直播國安及高度政治案件除外。香港司法機構宣布將會喺4月1號起推行為期2年嘅先導計劃，現場直播終審法院部分上訴案件嘅庭審過程。首2宗直播案件將會喺4月初進行聆訊，公眾可以透過終審法院網站以電腦或流動裝置觀看直播。此舉旨在提升法庭程序透明度，加強公眾對司法嘅信心。不過，涉及兒童或精神人士利益、隱私、商業機密以及國家安全相關訴訟等類別案件將不予直播。另外，備受關注嘅公眾秩序案件或者高度政治敏感案件，亦都唔包括喺直播範圍內，以免對訴訟各方造成過大壓力，影響司法公正。庭審直播片段將喺網上保留1個月，但係禁止任何人錄製或者係轉載片段。法律界人士歡迎此舉，稱有助增進市民對法院審訊過程嘅了解，同時建議日後可逐步擴大至高等法院等其他法庭。中國發布仿人機器人靈犀 X2，能騎自行車，仲可以識別情感。上海智源新創公司近日發布新一代雙足智能人形機器人靈犀 X2，該機器人高約1.3米，重約33.5公斤，融合咗運動、交互同作業能力，不僅能夠行走奔跑，仲能夠騎自行車，甚至可以俾葡萄穿線針，展示佢精細操作能力。靈犀 X2 全身配備28個關節自由度，採用柔性材質外殼同自然嘅小腦控制器等系統，通過深度強化學習同模仿算法，實現高難度動作，如踩滑板車同平衡車。更為亮眼嘅係，佢搭載咗多模態交互大模型，歸光動語，能以毫秒級速度解釋人類面部表情同語調，判斷情感狀態並作出對應回應。研發團隊表示，呢個係人工智能同情感科技領域嘅重大突破。未來佢哋將持續探索人形機器人喺更多場景嘅應用。業界評論認為，靈犀 X2 標誌住中國喺高端仿人機器人研發方面邁出關鍵一步，為服務型機器人商用化打下基礎。今日新聞就報道到呢度啦，記得訂閱 AI 新聞快訊，隨時收到最新新聞。我係樂輝，多謝收睇。